大家平安。这时依然是新加年、新年头，所以咱来备办咱早起时的敬拜。咱来今仔日，咱的礼拜中头一首诗是39首，圣诗第39首。这条歌是菲律宾的歌，菲律宾人所做的歌，上时也是1989年所写的。真简单，总是嘛旋律真优美，总是咱毋捌唱过，咱嘛来熟悉这条歌吼。所以咱来读一遍这条歌的歌词吼，做伙来读来。阿拉主敬拜主到万代，以现今到永远拢存在。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，要医治甲赦免，当罪人，当罪人吼。来，做伙来吟来。阿拉主敬拜主到万代，以现今到永远拢存在。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，要医治甲赦免，当罪人。旋律真优美，上时总是咱较无熟，所以咱搁来吟一遍第一节。阿拉主敬拜主到万代，以现今到永远拢存在。主上帝爱公义甲怜悯，要医治甲赦免，当罪人。咱来读第二章的歌词来，做伙来读来。主医治咱肉体的伤痕，伊安慰受创伤的灵魂，伊叫咱正人类免惊吓，只有信上帝国就伫遮。第三节的歌词，搁继续读下来。主求你对压迫真救援，虽丧乡无绝望，免悲观。主信心对你有大毋望，主今日嘴恶乐，心三重。来，咱来吟第三节的歌词，好，预备来。主求你对压迫真救援，虽丧乡无绝望，免悲观。主信心对你有大毋望，主今日嘴恶乐，心三重。这时咱来献开圣诗第369首。咱等下洗礼迄条歌，咱较熟，所以我伫遮就无带大家唱。咱来吟369首。
粒歌是圣诗，咱咧甲主同道的歌，上诗啊真优美的歌，菲律宾的歌，所以咱今仔日来吟唱看卖，咱来读第一节的歌词，做伙来读来。超过阮的想象，言语所话讲明，你身边的人在，阮确信真实恬静。各他受举起，担当软弱过患。主啊，何等奇妙，伫阮目中叫阮。超过阮的想象，言语所话讲明，你身边的人在，阮确实真实恬静。个他受举起，担当软弱过患。主啊，何等奇妙！伫阮目中叫阮，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，帮助咱伫平常的行动内底，领受上帝完全的祝福。请陪伴咱的心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请咱安静心，开始来敬拜。你所经选，互因请君你带入你殿的定的人真有福气。阮要因为你的厝、你的圣殿的福气，心满意足。咱三甲来吟俄罗的圣诗，圣诗第39首，俄罗主敬拜主到万代。
请起立，吟全首。拜主高万道，以献金高言我龙尊长，主兄弟各公义各怜悯，每一地各下面当最近。咱肉体的相互，以安慰受创伤的灵魂，以叫咱正人类免骄傲，只有是加下面。请咱议员徛底，做用许多圣经告白咱的信仰。请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者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修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温州彼得岛任内受苦，顶十字架，死，埋葬，落阴府。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，上天，打这里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圣果公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三甲来启用，启用文第10篇，也是第4篇27篇，伫圣诗后面1013页，我来启，请会众来用。上主是我的光，我的拯救。上主是我性命的保障。虽然歹人攻击我，对敌吞食我；虽然大军占领包围；虽然对敌发动战争，我对上主求偿代志。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。我拄着患难的时，伊会甲我藏伫布边内。伊会甲我藏伫石盘顶。我要伫伊的布边欢喜献祭。上主啊，我求叫的声求你听。你对我讲。上主啊，我来挑拣你。求你唔通受去赶你的奴仆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！我的爸母若去杀我，上主啊，求你指示我应该行的路。
毋通照对这个心愿，甲我交互因。因为因愿为情结果，我深信这项事，要到第下日，我会享受上主的恩惠，就信靠上主，要勇敢壮胆，就信靠上主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上帝，是阮的爸，愿谦卑诚心来感谢你。伫过去的一年，你予阮经历了丰盛的生活，也经历了挫折甲挑战。但是你甲阮三甲之地，阮就安稳自在。不管是伫顺境、逆境，阮拢要献上感谢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嘛要伫你面前来认罪悔改。因为阮有时软正软弱来犯罪，求主要赦免阮的罪。你十架顶的宝血也才看，急救阮脱离罪的捆绑。求你，互你的恩惠入伫阮的心，阮对安尼会晓得伫你的光来行正路。求主的怜悯，求主怜悯阮艰苦病痛的兄姐甲因的亲人，早日得到医治。脱离病痛的捆绑，求主也赐开力，互心神软弱的兄姐，互因有勇气甲开力，向目标来跑走。主安慰的灵，也甲最近失去亲人的家属三甲之地，平复因内心的悲伤。恳求主坚固阮，互阮有信心、仰望、甲疼来传福音。阮手所做的，拢会当利益众人。也兴旺教会，来荣光你的名。求主掌权，甲带领今仔日的礼拜，愿安尼感谢祈祷，拢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，阿免。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路加福音20章19到26节，和合本圣经伫113页，现代台语译本。第180页，现条来读。迄时，经过教师甲这市长知影耶稣讲这个譬喻是伫指因，就想要当场下手掠耶稣，不过惊众人，所以因就找机会派密探假做老实人，要掠耶稣的话旁，将伊交互总督通用伊的权柄。依法办理。这个密探来问耶稣讲：“老师，原在你所讲所教示的，拢真对，无偏心，只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。阮纳税予罗马皇帝凯撒有合律法无？”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“摕一个金币互我看，这有啥物人的伤甲字号？”因讲：“凯撒的。”耶稣就对因讲：“安尼，凯撒的物归凯撒。”上帝的物归乎上帝，因伫公众面前抓袂到耶稣的话旁，佮伊的应答，互因真着惊，就点去。愿上帝祝福听伊话，佮去行的人，赞美。这时，请圣乐队来赞美，赞美的诗歌是《着俄罗主》。
事正道，特别是上帝的归乎上帝。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愿上帝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我要邀请你，虽然外口有出日头，总是嘛是真冷，所以我的习惯是，你会当握手握到，互你的手烧起来，迄个人为止啦吼。总是你若无啥敢甲人握手，就免握手，不要紧。请你边仔的人讲一点仔温暖的话，好无？好，即时开始。温暖的话，温暖的话，你咱知影安怎讲？咱来知影，互人烧起来嘛是咱的责任毛吼，互边仔的人烧起来，迄个嘛是咱的责任毛吼，爱记住这样代志，做伙来祈祷。感谢上帝的赏赐，互阮做伙领受你圣神、你的话，要关啊阮，帮助阮，互阮明白，透过你的话，阮更加知上帝你爱阮行这个世间的路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奥古斯丁捌讲一个，伫伊的册内底捌写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是有关系马其顿的亚历山大。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上出名的迄位，我相信大家拢小可知影，伊活33岁尔，总是伊征服全世界。伊讲有一天亚历山大大地掠到一个贼头，贼头知影意思吼？贼头就是迄个土匪头啊，吼，海贼头啊，吼。迄个人掠到当兵丁掠迄个人来到亚历山大头前的时阵，迄个人安尼讲，伊讲我抢细只船仔的货物，恁叫我强盗，恁开大只船去抢别国的财物，占人的土地，因叫你皇帝。这个好，这个贼头真好打呢，伊敢讲老实话呢。总是亲爱兄弟姊妹，这上时嘛说明一项代志，就是国家就是权力的体制上原始，或是上无暗坎的面貌，就是强盗。明明做一个安分守己的百姓。总是只要国家下命令，就爱纳辛苦赚来的钱，对不？明明是安分守己的百姓，总是当国家的对敌出现，就爱去互调去做兵，甚至用过去的例，咱爱知影过去的例有真侪人。是行伫路林，就去互掠去做兵的。迄个代志，距离现在无偌远，只是顶一世纪尔定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这个世界的实况。主耶稣出世进前，大希律伊大声互。第一位该杀犹流，咱现在来翻译叫犹流，就是 Julius， 委任做犹太的总督。后来，伊伫罗马元老院安东尼甲奥大维因的建议下面，罗马的元老院赐予大希律王这个称呼。叫做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王其实是一个头衔。大希律王统治犹太全地总共33年，总是咱可见，伊一开始只是总督而已，后来元老院赐予这个头衔，叫伊这个王，
表示伊的手腕真厉害，正平也正，倒平也正。咱来知影安东尼甲奥大维拄啊好两个，当时上要紧，正平也正，倒平也正。总是伊真雄，就是家己的某，就是家己的囝，就是显露一点啊，想讲要坐位掌权，即款的心，随着互伊抬掉。伊的某、伊的囝共款，所以有一遍该杀达滚生笑，他讲做恁兜的猪，比做恁囝较好命。你知影是安怎？因为犹太人无食猪啊，所以袂杀人，袂杀猪啊。当大希律王死了后，罗马认为无人会当继承有够格来继承这个名号，所以这个名号什么时阵搁再出现？直到主耶稣受定伫十字架顶的时，这个名号才出现伫伊的头壳顶。犹太人的王，当主耶稣出世的时阵，有出现一群东方的星象家。这群星象家来到犹太地，结果问到大希律王面头前，因是安尼讲的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2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因问讲，迄个出世做犹太人的王的，伫什么所在？阮有看到伊的星出现，专工来要拜伊。咱若有一点仔政治敏感度的人，就知即句话有偌严重。迄个犹太人的王有听到无？有看到吼？就会知影因称这个新生儿的称号，对迄时掌权的人来讲，带来极大的威胁，所以咱才会读到马太刷落去安尼写。马太刷落去安尼写。马太福音第2章第3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。希腊王听到，心内着急不安。耶路撒冷全城的人嘛是安尼。为着权，这个王连家己的某、家己的囝拢敢杀啊！下命令杀死伯利恒一代2岁以下的囡仔，这种代志就无稀奇。换一句话来讲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对主耶稣搁伫咧抱的婴仔开始，就开始甲这个世间的王权国度咧对抗，有一个紧张。第伊传道服侍、医治甲宣扬，人渐渐认出上帝透过伊所要带来的国度甲关联，直到伊进入耶路撒冷。随上当伊进入耶路撒冷了后，伫伊身躯边的人，以及甚至主耶稣的门徒，也是同款想象，一来是亲像过去传统的王同款，迄款的统治、座位甲掌权。因为安尼，伫圣殿内，当主耶稣做兵道的代志了后，才引起这原本掌握宗教权柄的宗教领袖，质疑耶稣你倒位来的权柄。主耶稣就对百姓讲一个故事，不只是回应这群人的质疑，更较直接指责因才是真正违背上帝心意的人。这个譬如真清楚的故事讲了真清楚，清楚到安怎？清楚到咱读到的19节，讲迄时。经学教师甲祭司长知影，耶稣讲这个譬如是地之因，就想要当场下手掠耶稣，不过惊证人。主耶稣讲，
恁只是互请的尔呢，受托管理，总是却将家己做主人，甚至想要用强暴的手段来夺权。所以刷落来这个事件，就因为这个冤仇结大，所以才开始。路加福音20章20节是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所以因就找机会派别探假做老实人，要掠耶稣的话芳，将伊交予总督，通用伊的权柄依法办理。路加写得真清楚。伫宗教权柄的争执下面，我都互耶稣有安怎，所以因就派密探，想要设陷阱，毋望要陷害耶稣。免哪陷害？路加福音20章21节刷落去就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这密探来问耶稣讲：老师。阮知你所讲所教示的拢真对，无偏心，只有忠实教示上帝的道理，真讽刺哦！因讲对啊，对无？所以什么话是白贼话？什么白贼话真正牛的白贼话叫做真真假假？迄个假还是要紧的代志。总是会藏一寡真诶伫头前，真讽刺。这个密探讲对，总是真可惜，因毋是诚实诶人。一开始诶好话是为后壁的即句问话来先互人诶心软化，所以因是挖一个窟，要互主耶稣跳。刷落去，因所问诶问题才是关键。因是安尼问，路加福音20章20节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阮6岁，互罗马皇帝该杀，有合律法无？原文只是合宜，后壁是合宜吼，合宜，这个有真侪意思。所以阮立互该杀6岁，安尼有合宜无？随上当大希律王做犹太人的王的时阵，罗马并无犹大地直接来扣税，是要等到什么时阵？是要等到主后6年，犹大直属罗马了后才开始的。当时犹太人爱纳3种税，第一种税叫做圣殿税。圣殿税，第2种税叫做关税。圣殿税就是因要去到圣殿奉献的时阵爱纳的。一当我顶回有讲过，每一年大概就是搬过节的时阵，因咧纳这个圣殿税。第2个税叫做关税，关税就是买卖的时阵，甲人买卖，你若开店啊，甲人买卖，安尼你来扣税。这我想，咱即摆大家拢会当了解。上尾啊一个税，就是伊所问的这个税，这个税叫做人头税，也是丁税。这主要是咧讲，只要你是成人，就是查甫的14岁到65岁，查某的12岁到65岁，拢爱扣这个税。这个税差不多工的工钱，这是真小的小额的税金，所以伊的象征的意义大过实际的意义。象征的意义大过实际的意义，因为照罗马的法律来看，这爱用这个钱，等下是不是会当出现这个钱？好，来，爱用这个钱纳这个钱，了解吼？纳这个钱啊，吼，这叫罗马当时的钱来纳。咱看到，这不是两个吼，这是一个正面，一个倒面啊，吼，听有意思啊，吼。然后咱看到，迄个正面这个是罗马皇帝，
这个头像，这个是罗马皇帝。后壁刻的刻什么字？伊是刻神的囝，皇帝兼大祭司提比留。所以纳税变做有两种意思。第一种意思就是宣告这个皇帝管我，有统治的权，了解意思吼？第二个意思叫做个别伊是神的囝，所以是纳税有两种意思啊吼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，这个问题是伫圣殿内底所问的，所以是算宗教问题。这个学期，这咱新的翻译啦，犯罪有下律法也无，其实是对的吼。因为合期就是宗教用语，换一句话来讲，纳税互该撒有下上帝的律也无，伊咧问这个问题。简单来讲是安尼，有下上帝，当然纳税互该撒有下罗马的律无？有嘛？咱知影这个道理啦吼。所以伊问即句的意思就是讲，纳税互该撒有下上帝的律也无。随上犹太人，就亲像我头头所讲的，因入圣殿爱纳圣殿税，所以纳税并无青分。总是因若真了解纳税，就代表从属的关系。对遐严格遵守上帝律法的犹太人，因强烈反对罗马来纳税，所以咱也有读到《使徒行传》第5章37节，圣经伫遐就有写，加利利有一个犹大，发生这个事件发生伫主耶稣细汉的时阵。细汉的时阵，当因开始罗马要开始来爱因纳税的时阵，这个加利利犹大就因为起义抗议要纳税来带兵丁带2000个人来革命啦。咱知影是革命哦。所以后来犹大甲缀伊的2000人，就互罗马定上十字架。对迄时阵开始，十字架就成做警告上帝百姓的一种记号。你若想要对抗罗马政权，不要紧，结局就是安尼。换一句话来讲，这是两个困难的问题。若回讲该人会互百姓看袂起，嘛甚至有可能会违背10条诫内底的第2诫。若回讲无应该的，无应该纳税，就会当政府来告讲这个耶稣吼，迄个带人无爱纳税，所以会当来抓起来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搁一遍来显示伊伫人甲人对话内底迄款的智慧。路加福音20章23节到24节，咱来看主耶稣的反应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看出因的诡计，就对因讲：摕一个银币互我看，这有啥物人会上甲2号？因应讲该撒的。咱来知影，对16世纪、17世纪开始，瑞士的教育家就强调实物的实务啊，吼，实务的教学这款教育的重要。所以咱嘛会当称作伫这个所在叫做主耶稣上早期的实物教学。主耶稣毋是对家己的裤底仔摕对无？伊甲啥问伊这个人讲啊，恁有这个银币无？摕出来。咱来知影，这个时阵因是伫耶路撒冷圣殿内底，
总是主耶稣对即群人的裤底啊，提出一个刻有该杀上的银币。耶稣透过这个小小的动作，要指出：啊，你伫圣殿外口对人讲，圣殿单单要尊重上帝，连奉献的钱嘛换做圣殿写刻的。我毋知影大家有印象无？我顶2遍的讲道内底都有讲到这样代志。啊，是咱圣殿内底有换钱这个动作，就是因强调迄个外口的钱，连摕入来内底奉献也袂使。因强调这样代志，所以入来奉献爱安怎爱换钱呢？换做圣殿的写刻的，才会当伫这所在奉献的。啊，结果咧？结果恁外口讲恁偌敬虔，啊，裤底啊底拢是银币，拢是，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主耶稣透过这个动作，要讽刺因讲，恁就亲像裤底啊内底的银币，实际上服侍是世俗的主，真正是有够假啊！真正有够假啊！路加福音20章25节，刷落去，主耶稣安尼讲，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耶稣就对因讲：安尼，该撒的物互该撒，上帝的物互上帝。请毋通误读做耶稣教咱叫做政治归政治，宗教归宗教，请毋通误读。因为主耶稣是加利利人，是分封王安提帕的属地，所以伊会当免纳这个丁税，听有意思吼？伊的身份会当免纳，所以伊用安尼来应答就会使。总是伊偏偏无安尼做，这才是因希奇主耶稣应答的所在。主耶稣头一句讲该撒的归该撒，伊咧讲啥？迄个银币顶头的头上是政权的记号，罗马有合法的权利，伊的囝子民扣税，对吧？所以这叫做合法。总是主耶稣并无讲爱顺坦该撒，无哦。伫主耶稣这段话内底，上要紧的是上尾这句，叫做“上帝归上帝”。马丁路德捌根据这段经节主张讲，基督徒有2种身份：基督徒是基督徒，同时也是国家的公民。伊讲，当基督徒实践公民身份的时阵，就亲像做兵纳税。爱尽公民的责任，尽力维护国家的存在甲地位，顺坦顶司的命令。伫世俗的事务顶头，伊认为政府才是上悬的权威。总是，亲爱兄弟姊妹，就是伫这种马丁路德这种主张的下面，当德国希特勒咧掌权的时阵。多数的德国教会甲基督徒点点无出声，甚至甘愿诚做因的拍手。所以，咱需要进一步来思考主耶稣讲上帝归上帝真正的意义。上帝伫创造7天的内底，造天地，到第6日，创世纪第1章27节是安尼讲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，做伙来读来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所以换一句话来讲，人是啥物货？人是上帝所创造的物。人是上帝所创造的物。那安尼，啥物货叫做上帝物？就是人甲伊所创造的世界，要哪归乎伊呢？要哪归乎伊呢？
就是将属上帝的我献予伊。所以咱来让吟唱，大声吟唱看卖啊，归伊。咱会晓弹琴，归伊；会晓讲话，就做见证，归荣光予伊。所以，咱需要将生命中遐上帝所赏赐的恩典来归伊。实际上，恩典这就是我昨拄到一个初信的基督徒，伊所分享的。伊讲，伊上唔知影就是啥物货叫做恩典，恩典。恩典就是白白得到的。所以，当咱一旦意识到生命中遐个白白来的祝福，遐个白白来祝福，克服人甲上帝看做是美好的代志。然后呢，咱愿意将这个献予上帝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叫做恩典，这叫做恩典。这也像是就是主耶稣的意思。是圣经确实对咱讲，上帝允准外国君王统治伊的百姓，就亲像埃及的法老，就是毋捌上帝巴比伦的古列王，总是所以纳税予该撒，是因为咱知是上帝允准因遮坐上位。总是这毋是全部的情形。当在上掌权的心硬，毋愿听见百姓的哀求的时，因背离上帝的心意。当上帝决定予伊的百姓得到自由的时，这在上君王的官兵就一点仔拢无路用，因为因也伫上帝的手中。甲马丁路德的看法无同，加尔文提醒咱，为着要达到上帝伫这世间掌权的理想，基督徒应该积极参与政治甲经济活动。基督徒参与这个，毋是为着国家，毋是为着累积个人的名声、产业，只是为着要荣光上帝，以及建立一个属上帝圣洁的社会。咱积极参与社会、政治、经济，是毋望咱所伫地所在会当恢复，成做一个上帝创造的人所应该生活的社会，所应该有的状况，迄款的尊贵甲美丽，毋望互咱所伫地所在成做圣洁，这才是互上帝归上帝要紧的提醒。纳税是国家控制人民主要的方式，政府拢咧宣传讲，纳税是国民应尽的义务，所以因爱照顾百姓的生活，看百姓的需要最优先。这就是现代国家契约内底应该尽的责任。这也是刷落行政院有可能会分钱予咱的原因，就是顶2年趁伤侪钱啊，扣税扣伤侪啊。那报道无毋对，台湾上新的行政院院长是一个敬虔的天主教徒。我确实毋望掌握国家机器的人是一个会祈祷，因掌握权柄的时阵会当真谨慎行行，会当谦卑的人。所以，亲爱兄弟姊妹，请毋通用拿就是劣的眼光来看这个掌权的人。咱咧若笑衰，咧若歌舞，咧若抱，拢无利益。请咱
爱用上帝的眼光好好来看、来思想，伊爱咱伫咱所生活的土地顶头，咱着怎样来参与什么款的变化，做成什么款清气的工作，尽力互上帝归互上帝。这就是参与台湾社会要紧的建设，互台湾成做上帝圣洁的所在。那透过安尼，就通得到伊的祝福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这就是成做基督徒的你甲我，今仔日通献上上好的回应。请咱做伙来祈祷。主求你甲阮做伙伫地，你帮助扶持祝福带领。你知阮有软者甲欠缺，求你帮助阮，互阮真正学习，互上帝真正归互你。帮助扶持祝福带领，互阮学习将阮这个人本身也归伫你。帮助阮，互阮透过今仔日的经节，更较清楚这项代志。阮安尼祈祷，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，我要邀请咱坐咧吟，咱来吟圣诗第354首。圣诗第354首。当咱坐咧吟的时阵，我要请下面这3位少年人：罗伟伦、罗佩文、傅俊霖。伫咧吟第2节的时阵，请来到台前，咱坐咧吟，来吟2节就好，第1节到第2节。咱既然大罪出息，就消魔鬼逆天之意。叫天你断，着修鲜花，我靠家己为得脱。第2节。圣被上帝一段恩惠，竞选咱人最意行义，定行替咱担当罪过，诚心观念橄榄甘花。阮得到帮助是倚靠耶和华的名，伊是创造天地的。伫5旬节的时，彼得传福音，对听伊的人有讲：恁着反悔，逐人伫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到互恁的罪赦免，搁要受圣神的赏赐，因为所应允的归伫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拢总远的人，就是见那主咱的上帝所要调的。所以，就亲像迄时彼得叫人反悔信耶稣基督，佮受洗礼。但我嘛要对恁3个人讲，恁着亲信、真实反悔，告别恁的信仰，伫伊的名受洗礼。这个圣礼典就要成做恁的罪得到洗清气的记号，佮表明对圣神得到顶头生。来结连伫基督，所以我要请恁3位好好来听下来我要问的问题。假使恁若听有清楚，请伫众人甲上帝面前应答来告别恁的信仰。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。圣神做恁的保惠师，也无？恁有诚实反悔恁的罪，
也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，也无。恁着倚靠上帝恩典，尽力服侍伊，一世人行伊的道路，尽信徒的本分。恁有决意要安尼行，也无？
这时我嘛要邀请咱议员坐地，咱来吟唱圣诗第369首。圣诗第369首，咱要吟第1节到第2节就好。超过阮的想象，遍古所谓光明。你神秘的临在，阮确实真是甜甜。个他受不起，为暗灯乱着归还。主啊，何等奇妙的阮！目中着阮无人会堪知，领受阮着欢喜呼塞。伫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今仔属伫以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守主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今仔归五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。恁今仔着我担待，着就跟我要互恁安息。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甲咱做伙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，请注意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。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接下来背伊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惊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边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血设立的。今仔恁的时，着惊安尼来纪念我，因为你逐摆食这个饼，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袂迄暝有提饼接下，所以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，大声来感谢上帝，请做伙来祈祷。主上帝，答愿照你命令摆设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这事，愿谦卑求你找圣神设备阮，也圣别者的摆伫你面前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你稳定的帮衬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中，荣耀你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就惊安尼来纪念我。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摕着饼，或是还未摕着饼进前，我要邀请咱为着家己来祈祷，为着家己刷落来的路途祈祷，为着家己身躯顶头的病痛来祈祷，为着家己这段时间以来检测
有软者，有欠缺，有邀饿，有欢喜。不管安怎，咱为遮个会当感谢上帝。不管安怎，咱为遮个向上帝求讨伊的怜悯。最后所讲，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讲我的人决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，就讲我的人，我决断无去杀伊。这时我要请咱手中有塑胶粒仔，所以请咱将这个塑胶粒仔的部分来摕掉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做伙来领受。主要所讲，这个杯是新约，伫我的会设立的，今仔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亲爱兄弟，我要邀请你，这时来做第二个祈祷。第二个祈祷，请为着你所疼的人来祈祷。遐个你所疼的人，以及疼你的人，我相信你目睭刻刻拢会当念出因的名。所以，请你头壳内底有偌侪名，你拢会当一个一个叫因的名。为因来祈祷，咱求上帝特别怜悯、赏赐的平安，不止临到咱，也临到咱所疼的人身躯顶头。你会当为因祈祷，为因的身躯，为因的病痛，为因的软弱，为因的祝福，感谢。所以我要邀请你，为着遐个你所疼以及疼你的人来祈祷。这些共款，请咱将这个塑胶的杯啊来拆掉。这个是基督的宝血，为着咱所献的，这是咱做伙来领受。
咱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。这时做伙来感谢祈祷。愿专心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活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知影阮真正是圣子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护卫。阮的主上帝谦卑向你献上感谢，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予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使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会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通荣光你，奉阮的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这时咱来吟圣诗第369首的第3节到第4节。心灵交陪快乐，愿要修车四山，离开受阮圣殿，分享阮所体验，你的平安甲稳定，若天将最大，发出星星光明。点着找你的路，因心灵的光灯。这时咱刷落去，要来就任大声要请补就任的执事刘泰山来到台前。张荣，你等一下。等一下，对，张龙，你等一下。这是小会奉爸囝姓氏的名，要组织，要设立刘泰山做教会执事。大气省教会有设立7个人来办理教会事务，咱也请人来协助牧师甲长老，互因专心服侍上帝话甲圣礼典。这时刘泰山，你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，请注意来听。我这时刷来要问你的话，请用话语，就是忝头来应答。你当要领受执事的责任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兵也无？你愿意做堂教会执事，就爱忠诚尽实。协助牧师甲长老来归荣光上帝，利益伊的教会，你约要安尼行也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，就建立关系教会事务，就倚靠伊来设法，你约要安尼行也无？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也无？这是我要请会众来起立，会友来起立吼，会友来起立。咱嘛爱来誓约关系执事的时，恁已经经刘泰山来做恁的执事，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也无？伊替恁办理教会事，恁着敬重伊，听伊，替伊祈祷。恁约要安尼行也无？关系保持教会特殊，彼此若有失错，应该通知互小会说法，
毋通四界报扬，直到妨害教会大局。恁要安尼行也无？宣告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的教会堂东会小会官兵设立你做堂东会的职事，煞通知正会友，知这个职分是照规矩交代你的。当你受设立做职事，协助牧师甲长老着存清气的良心，办理教会事务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光。会众请坐。这时我要请现任的长老来行压手礼来接纳。这时下来，我要邀请咱的敬拜团团长张荣来到台前。伫教会内底，咱也设立各机构来成做教会集体，然后咱设立领袖，互每一个机构来选出领袖来领导这个机构甲集体。愿上帝恩典，甲敬拜团做伙伫地，相视张荣。等一下，你伫遮正人甲上帝面前，你爱大声来应答牧师伫遮所要问你的话语。你有确信领受敬拜团团长的责任？你确信这是上帝的调命也无？你要领受这个职，就倚靠教会头耶稣基督。独独尊伊做主来尽你的职务，你要安尼行也无？宣告，请起立，请起立，吼，请起立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堂东会小会官兵，设立你做本会的敬拜团团长，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甲你的所做，常常关心这事，尽力。伫主的工来归荣光上帝，请坐。我嘛要请小会员来接纳吼，来。这时来奉献，请陈淑媛、简秀柱技术来书献。
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就是来报告，大先咱请来读今仔金句，我读一遍，请会众读两遍。上帝就照伊家己的形象创造人，伊照伊的形象创造因，有男有女。创世纪1章27节，请。请来掀开周报第1页，下周的侍奉人员，请咱备办心。第2页，奉献的名册，闹铃单，请用办公室来更正。第3页，消息报告。第1点甲第2点，咱已经圣礼典以及就任式甲洗礼式已经伫头拄有举办过。第3点，财务部会议伫中昼12点半伫7公的召开，请部员参加。教育部会议下晡1点伫7公的教室召开，请部员参会。本日爱餐暂停。下主日第1点，2月份的中日，伫月中日中路张伯钧接受黄文光参谋员。第2点，2月份中执会伫第2场礼拜结束了后，伫7公的会议室召开，请将报告交予办公室会长。第3点，伫中执会结束了后，要等7公的召开小会，请小会员参加。教会消息，第1点，财务部报告，因为新年度经换新的系统的关系，所以请会友伫咱奉献地仔后面的空白所在，有2个所在，就是讲你要写你的名，还是编号的所在，请注明。因为国税局无受理双人合并的资料上传，所以后摆伊敢若当显示讲，请你注明讲你即个奉献，虽然你有翁仔某的，你爱后摆奉献的名，要写什么人的名，会当一个名。请大家会友注意。第2点，65月以上2月份生日的长者，请郭区长向少年干事摕关怀礼券，做适时的关怀探访。具体消息，第1点，本会李梦小姊妹也是最近遐的妈妈，安孝主怀享年87岁，也已经伫昨昏伫婚姻的主体举行个别礼拜，请为遗族关心代祷。第2点，本会当个做姊妹也是亲自指示的妈妈，安孝主怀享年93岁。今仔日下晡2点，也伫咱教会遮要举行个别礼拜，请关心代祷，安慰遗族。下面代祷事项，请兄姐做伙来关心甲代祷。请牧师补充报告。我只有补充一项吼，就是请咱特别为着伫新年前甲这个中期间有过往，阮昨拄啊坐12点钟啊，差不多活要12点钟后，6点半对教会出发，然后差不多6点外转来到教会啦吼。所以昨有去到南部土库的兄弟姊妹可能真辛苦，不过愿上帝赏赐安慰的灵，就甲咱的兄弟姊妹做伙伫地，
今仔下晡2點，咱嘛要伫遮来舉行告别礼拜，求上帝特别安慰遮遗族。上迎圣诗第400首，愿主人来甲你同在。吟完诗，请牧师祝祷，请会众起立吟全首。愿主仁爱，甲你同在，无论去啥所在。愿主赐予你心心的安宁，甲你发扬主的听头，亲像得了我罪。伫蒙母暗暝看见主的光。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，圣神的相通，甲咱大家做伙伫地，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电乐灭倒。请咱甲身边的兄弟互相请安，新年恭喜，耶稣听你。